就那种闲聊啦，那种呢，蒙大在负责讲，甲是毋多录音室的事啦，录音室的事，录音室，上好音乐学的要求，那种就是讲较困难的啦。啊，老师，可能你是抽较困难嘛？推荐啊。嘿。你们个要求较，这都弄的是那种盖老师的误解。你可以用那个9到12岁那个年纪的声音，我都是用9到12岁。我不想。我不想。我不想。你要用选创。不要讲哦，好，我试试看。真牛批曲。没有，我都讲话咧笑。多得嘛个想，对吧？你们叫啥？你们你去。你心意。谁有种你心意咯？谁有冲一团？好，一团。看你乜嘅？人家讲边我不想好唔好？你心意噻，你来讲种旧西版，插班也师傅搞大家多了。好，我知道。太太该人作伴，看到好世界，一盘又一盘，一盘又一盘。太太该人作伴，心在暗澎湃，如花呀如梦，我快都吃饭。有唱咩？有唱咩？这个详细我什么研究讲？研究讲个大西本。哪个看难的啦？哦。一点点哦。对，冲冲的。我都变，按唔多变变哦。好。知道吧？等下，等下系嘛个？是球赛你明年新年赛还是球赛班？我不敢讲啊。唔咩啊？等下好啦。前面有咩洗牌？你信唔信？8岁。35。太太该人作伴，心在暗澎湃。8岁。去西班。我给妈去了了，给妈哦。太太该人作伴，暗多心。你咩啊？你系乜啊？你个懵的。啊，就推个9岁，先变22岁啊。好啦，来我听你首歌。太太该人作伴，暗多世界9岁。太太该人作伴，心在暗澎湃，如彩呀如梦，我过来都吃饭。如多几盘，有球的，如葱如姜，如风吹如落风，如带风肉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太太该人作伴，按多好世界，一盘又一盘，一碗又一碗。太太该人作伴，色彩按澎湃，如菜也如肉，我看来懂茶盘。太太该人作伴，按多好世界，一盘又一盘，一碗又一碗。太太该人作伴，色彩按澎湃，如菜也如肉，我看来懂茶盘。如剁鸡盘，如葱如饼，如文笋干，如泡菜煮肉汤，如太风肉，如细薯饺，如客家
家常用牛肉面，猪肠炒姜丝，还有麥芥菜，艾啊，雪凍爆必必。太太该人作定，按多好世界，一盘又一盘，一饭又一饭。太太该人作定，食材按澎湃，有菜也有肉，我看来懂茶盘。太太该人作定，按多好世界，一盘又一盘，一饭又一饭。太太该人作定，食材按澎湃。菜也有肉，我看来懂茶盘。有剁雞盤，葱油餅，有雲筍乾，還有泡菜豬肉乾，有太鳳肉，有四水餃，有客家常用牛肉麵，豬腸炒